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车歌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有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指挥中心宣布，就算有人想要煮疫苗，也当开一罐药水，村里就要尽量运用。安太病院甲人煮唔着疫苗，卫生局也该罚15万。中国各台办有公布台独分子名单，苏贞昌、尤锡坤、吴钊燮等人拢在内。苏贞昌今日表示，无要接受这款的恐吓。中南部的空气变歹，出现红色警示，环保署表示，后礼拜一东北季风变强了后，空气品质就会当改善。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另外也有7个台北入境。来讲到这个本土病例，是一个伫台北市的印尼查某看护，伫咧进前伊捌做过一档 AZ 疫苗，目前进行第2届的采检，伊的 CT 值也准无共，有机会列做旧案例。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只要有人想要煮疫苗，就算是一个人也当开一罐新的疫苗药水，村的药水就要尽量运用。国内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暗号16547是台北市一个印尼籍30多岁女性，长期伫台湾食头路。11月初一因为做工课的关系做采检，检验的结果是阴性。初四搁一届采检才确诊 ，CT 值40，已经对这个个案做2届采检，等结果出来才会当判定敢是旧案例。先前9月初的时候有接种过1剂的 AZ 的疫苗，所以目前大概研判这个验出来的 S 的抗体阳性是跟这个疫苗产生有关。遐若带病入境病毒基因定序的结果嘛出来，新增加8例去挖到变种病毒 Delta， 其中6例是做过2档个感染的，包括头一档做莫德纳，第2档做 BNT， 这嘛是国内头一个。1646其实第一位它是比较特别，它是混打了莫德纳跟 BNT， 所以它是我们国内首例有混打莫德纳加 BNT 突破性感染的病例。第13期医药注疫苗的情形，整体医药率干那5成。所以台病院公布，开放12岁以上的，会当医药注第1档甲第2档的 BNT。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为了好好运用疫苗，为即马开始会放定疫苗使用的规定。除了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由国营病院医药注射。就算敢若有一个人要注，嘛会当开新的一罐。若做村的，嘛会当尽量来运用。医院或诊所可以使用的时候，那他可以先把这个可能的备选的名单可以先准备起来，那及时的通知。那把这些这疫苗做最有效、最大化的一个运用。另外，最近指挥中心接到民众反映讲，抗原快筛试剂甲抗体快筛试剂2种分别清楚。指挥中心讲，抗原的检测是侦测体内病毒的抗原，主要是会当伫短时间内找出怀疑是阳性的个案。使用的时机大部分是大量而且快速的初步体检。若抗体检测是侦测体内病毒的抗体，用来了解进前敢是捌去挖到。目前敢若疫调伫咧使用尔，并无开放予民众家己使用。所以民众若是怀疑家己的症状，有可能去挖到新冠病毒，建议就要赶紧接受 PCR 或者是抗原的检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安泰病院拜三甲民众注疫苗，煞注一个唔对去。本地是要注莫德纳，落要共注做是 AZ 疫苗。今安泰病院送出检讨报告，屏东的卫生局也依照着违反医疗法，甲病院罚15万。厘清问题发生的原因有3点：第一，药局未落实疫苗的管理，以至于拿错疫苗；第二，院方未另定新冠肺炎疫苗的标准作业流程；第三，工作人员在抽取疫苗时未落实3毒5对。屏东县卫生局表示，安泰病院的疫苗管理有3点无做好势，违反着医疗法第57条，罚15万。也要求病院就要针对欠点的部分赶紧改善，派人查核通过了后，才会当恢复病院的疫苗合约。到初5有13位民众出现头晕、规身躯酸痛症状，其中1个人带病院观察。安泰病院表示，欠点的部分因会改善，院长、副院长会做行政处分。在咧旧历过年期间，大约有4万人会回来到台湾，也因为咱国内的防疫旅馆无遐尼多，才会甲检疫期间变做是10天住旅馆，4天等到处理居家检疫。这个规划也引起旅馆业者是真不满。指挥官陈时中今日公开会实咧，强调讲这是不得已的情形，也希望大家多多配合。第2份的话是居家检疫通知书，麻烦您帮我填写做回传。防疫旅馆的柜台人员甲要入来大民众说明检疫相关的规定，因为新增按算会有4万的民众倒来台湾，
政府除了呼吁分配倒来台湾，考虑防疫旅馆的量能无够，所以放量检疫是10天加4天，旅馆的部分是10天，4天改做居家检疫。不过，却引起台北市部分业者的不满，甚至传出有业者无愿意配合，互人客检疫改做大10天。嘛有其他的业者感觉讲，安尼让出来4天根本就无法度佫招人客。14天改为10天，对于防疫旅馆的量能提升上面来说是有限的，因为这4天的空房对于旅馆方面比较像是碎片式的空房，没办法去做有效的利用。那防疫旅馆的订房跟一般旅馆订房不同，缩短这4天，我想为了4天而赌上2300万人的这个健康跟卫生是没有必要的。唔那旅宿业者感觉真困扰，嘛有台商对官员讲叫大家新家分配倒来台湾这个讲法是真不满。假如这个政府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去看待的话，就会去帮他安排好，而不是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台商，丢给了旅宿的业者。这个问题从去年就发生了，因为有风声讲，拒绝旅客甲检疫来大的时间，为14天改做是10天的防疫旅馆，就伫台北市。所以台北市府的态度嘛大真硬，强调讲未来若是有无要配合的业者，就会请伊退场。也若交通部讲，目前还伫咧转换期，会加强甲业者的沟通。在检疫的时程的一个缩短，那造成原来已经有预定旅社或者已经接受预定的旅社的困扰，我们表达歉意。那但是呢，这还是不得已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要让比较多的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能够返回台湾来，大家一起跟家人能够相聚。但是中态度嘛有落软，为着新政叫大家分配倒来台湾这件代志，造成民众的困扰来甲大家回失的。不过嘛强调讲，希望大家都要尽量来配合。若是驻文检疫的房间有争议，按照消保法的规定来处理。另外嘛会持续甲业者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了后，经过半个月美合，头一批有10户伫社工的帮助之下，开始搬离开大楼，准备要恢复正常的生活。针对着城中城火灾事件，市政府团队下晡伫议会进行专案报告。不过，那也民意代表却认为，但期卖应该爱落台负责。大型家具对窗仔用机械吊落来，其他上工人用塞车带阿嬷来到邻近的社会主体，准备甲伊安顿落来。高雄城中城大火了后，即阵要7个人住院，除了部分生活自理困难，需要对接等照机构的住户，其他的住户对5开始是陆续来搬走。一定会看看啊，这一栋也不能住了啊。所以也只有认命啊。他们会做移亲，那有些就是有找到我们协助用包租代管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的一个模式来协助。第一梯厝总共10户搬厝，下礼拜要2个梯厝。虽然住户即要重新来恢复正常生活，不过城中城追究责任也伫进行中。市府团队下晡到议会做检讨报告，表示未来加强辅导客家订定法规。不过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因为追究责任残疾这问题爆发争执。消防、公务2位局长落台，要相关人员调集机构。国民党议员甲镜头起向市长陈其迈，要求伊停职来接受议会调查。陈其迈是无回答这个问题。在高雄市议会组织调查小组的时候，你应该要停职接受调查。市长，请问一下，你愿意吗？很多的公安也好，消防也好，我们也会尽全力的来落实公安的工作，来保障我们市民朋友的安全。有议员讲，追究责任残疾无够，也有议员认为，市府应该对经济甲社会弱势者居住超过一定比例，围绕的大楼变成有算做公安检查点，避免相关的悲剧再发生。城中城大火虽然已经过半个月啊，不过围绕大楼的公安问题也一直炭烧。记者综合报道。有55年历史的高雄中都戏院，虽然已经停业30多档，不过1楼的市场也是真热闹。偏偏这栋大楼的状况不好，最近因为城中城发生火灾，中都戏院鉴定了后，认定是危险建筑。高雄市政府今早起派人来断水断电，准备要拆掉。不过这个大头仔和文书工作者却是真不满。
对不对？现在这边几摊要做，够绝啊！大头啊，真生气，早起打赌摆好，才去用通知讲大头伫咧违例范围内，唔知爱违几工，根本就无法度做生理。有55年历史的高雄中都戏院，因为最近外面的外墙开始伫咧崩，内面的天棚也因为这个大面积落落来，洪振定讲地动有随崩落来危险，市政府初步派人来断水断电，说围篱啊准备被拆掉。所有权人要在那个11月2号之前要自行拆除，但是因为它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说。因为这栋建筑物确实是有，随时都会有倾倒。市政府伊只要见到法规要来拆，大头啊感觉伤过赶，因为公告顶个月29才打，8天后就要拆，那影响到附近大头啊做生意。一楼市场内有真侪大头啊，伫50年前就被永久的使用权，那阵大楼要拆，使用权也失效。我们的摊位的高度有立即危险，我们让它拆没关系。可是我们的高度没有立即危险，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使用。这是我们的买卖。公务局表示，安置问题会由都发局来甲大头啊协商，也因为中都戏院是高雄早期知名建筑专家肖佛做的作品，结合戏院甲市场带动地方的发展。那阵即摆要拆，互文书工作者感觉真拍算，希望会当做影像加文字的记录。研究或者是一些影像再现的部分，就包含像是用3D 雷射扫描仪去做。完整的空间影像记录，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哈，那也给我们文史工作一点时间，好能够赶快的来进行这个绘测跟保存。初五早起，民意代表也关心同款的问题，希望保留中都戏院的文字。市长陈其迈表示，会请相关单位协助，伫拆掉进前会做相关的记录。未来登记的时阵也会保留，或者是沿用原有的建筑风格，甲历史意义保留掉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今日证实会甲强烈的台独分子实行惩戒，而且会追究规4人的刑事责任。这内容也包含着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拢伫咧名单内面。苏贞昌今日伫立法院表示，无要接受这款的恐吓。这别国的吼，伊安尼对咱台湾也毋捌甲一天，对咱台湾指指点点，我为台湾拍拼。这我应该做的代志，不受恐吓。足好笑的啦！伊其他的国家针对着咱的国家，来做出这么离谱的惩戒，我不知道他是要惩戒谁。苏议长甲杨议长，也是咱的吴部长，拢是为着台湾的拍拼。根据中国国台办的声明，那阵列入去名单内面的本人甲家属，拢袂当去到中国香港澳门。苏贞昌表示，做应该做的代志，袂接受恐吓。立委陈廷辉也讲，有真侪人拢希望列入去台独名单内，表示爱台湾的行为受中国肯定，感觉真公营骄傲，也希望苏贞昌会当继续加油。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伫今仔日也是行程的最后一天，伫今仔日举行记者会。法国的议员古斯曼形容台湾是一座宝山，因来到这学习，也讲到后面当咧找找设立对抗假消息的中心，台湾是真合理的选项。也若讲到两岸情势当咧紧张，古斯曼无认为讲任何国家的高层来访问台湾是夜叉天火刀，若准互台湾高照插人群，颠倒是会增加战争风险。欧洲议会代表团来台湾访问3天，就假消息攻击甲咱国政府机关智库交流意见。初五代表团出席记者会，带队的法国议员古斯曼代表致辞，形容咱台湾是一座宝山，因是来挖宝的。这段有看到咱台湾政府甲人民做伙对抗假消息，后面当你找找设立对抗假消息的中心，台湾是合理的选项。Taiwan actually is today one of the most vivid, if not the most vivid,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So we came here, and I told it to your president, we came here with a very simple message. Taiwan is not alone. Which we really can learn, where we can share our experiences. 代表团也当面甲总统蔡英文讲，台湾未孤单，有欧盟支持。立陶宛前总理现任欧洲议会议员库比斯，伊提起到立陶宛面对俄罗斯的威权干扰，台湾是面临中国的打压，处境真共。双方应该展开民主的年度对话。若是台湾甲欧盟交流是为双边投资协定，也甲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这两大方向做起。The more we show we care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the less
chance you have to enter into a conflict in Beijing. 对中国放掉制裁访台议员，古斯曼讲无得惊，强调欧盟是全世界上大的贸易联盟。讲起到两化情势这么紧张，古斯曼表示，欧盟甲台湾交流唔是向中国挑战，那做鼓励台湾颠倒有战争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两岸情势当日紧张，美国共和党有真侪机关最近提出台湾合作法案，按算要对2023年到32年之间，逐年补助或者是贷款予台湾20亿的美金，协助台湾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和设备。美国的海军部长戴杜罗也指出，中国是美国上界大的威胁，若准台湾予中国规划放弃，会严重威胁到全世界经济。另外，有风声讲，中国伫咧2027年可能会对台湾出手。国防部长邱国正今日表示，会予中国解放军了解到发动战争，也考虑讲这个战争的代价。台海情势紧张，共和党就议员提出台湾合作法案，对2023年到2032年每年提供台湾2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也就美国经由补助甲贷款，协助台湾购买美国制武器甲防卫的装备。也连带来要求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何比台军售更加简单。不过，这项法案有资金附带条件，台湾必须答应做出甲美国相应的支出。这也展现美方对强化台湾跟美国安全合作一致而且跨党派的支持。中华民国目前我们的军备投资大概平均就是在20到30亿美金之间，他抓20亿美金的一个所谓的军援的一个额度，我想是一个经过精密计算的，也就是配合我们国防预算就装备投资的部分。美中维持竞争的局面，美方真关心两岸情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测试讲，继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坦白讲，中国是上大威胁，若是中国接管台湾，会严重威胁全球的经济。China's intent to one day take over Taiwan, either peacefully or through military means, has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on our economic security of this country and for the destabil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at matter. So they are the pacing threat, and they are our number one threat that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美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2007年有能力迫使台湾谈判。国防部长邱国正初步表示，尊重各国专业的判断，同时强调国军有能力，也和中共在发起战争之前考虑爱付出的代价。国军进行备战目的在哪里？要让他发起武力战之前，要多方面考量，到底要不要付出的代价。这轮军事训练要一期只有4个月，不过随着两岸局势欠悬，立委关心延长一期的可能性。对此，邱国正坦白讲，一期是不是加长议会要经过评书，确实有认真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空气扩散条件变歹影响，昨暗到今日中昼中南部地区，包含着彰化、云林、嘉义、台南，这个观测站拢出现红色警示，到下晡变做是柑仔色的提醒。环保署也表示讲，等候到后礼拜的台北季风变强了后，一寡所在空气品质就会当改善啦。梦期眼前的世界好亲像大自然舞，连眼机翕出外运动的民众，全部拢蹦蹦蹦。本来想讲较早运动空气较好的云林民众，发现空气真正无偌好，所以也是决定把喙暗挂好好。空气好像不是很好，就早上起来雾雾的，想说来运动会空气好一点，但是如果空气不好的话，还是要戴一下口罩。秋冬天代表空气污染开始啊，云林的学校真有经验，随时掌握到空气的变化，决定是不是调整户外课程的上课地点。如果空气品质真的无法到室外去做体育课程，原则上学校我们就会采在室内。那是云林、台南嘉义的天顶，嘛是为透早到大蒙，市区嘛是同款。除了有可能是相对湿度较悬造成的，为初四暗时至初5中昼，环保署是讲。中南部包括着彰化、云林、嘉义、台南，有一寡观测站出现红色警示，对所有族群无健康。不过过昼了后，空气品质就小可改善，变作是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柑仔色提醒。晚上的时候，因为它的垂直扩散相对会比较差，就是扩散高度不够，那到一直到
近中午的时候海风吹进来，那垂直高度也增加了，那这时候空气品质会改善。环保署空保处指出，因应即届空气污染已经提早应变，包括着台中、兴达甲未了电厂已经降在3电厂的45%。受到气候的变化，空气无好的情况更加严重。礼拜进前拢会出现这种的情形，所以提醒民众爱自我防护，减少户外激烈的活动，一直到后礼拜一测白，东北季风增强了后才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后龙的西湖溪出海口，因为遐有大型风机，加上这海沙一直吹来到遮，这个所在煞积出一条沙轮，这个地形煞吸引真侪民众来遮翕相。不过有民众甲奥多摆骑入来，然后煞掉伫咧沙里，搁爱找警察来协助，才法度离开。这块沙一直积过来，唔那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连渔民要出海拢变做真困难。车掉伫沙堆内底，机车拢袂顶袂动，就算提工具想要开路也无法度，关键赶紧倒三工。整个都陷下去，沙都软的。就到那边就不能退了，所以我本来想说上面是石头啊，应该上面可以。环境喘片片总算甲机车倒塞出来，这个所在是苗栗后龙西湖溪出海口的脚踏车路，因为海沙冻甲不遮严重。定来发生游客也是机车掉伫这个沙堆内底，不过也因为烟花拢是规大片的沙轮，也甲风机海景，所以未少民众爱来遮，变做真热门翕相的景点。因为这边人比较少，所以就很安静这样。空气很新鲜啊，很少人来啊，这边海边啊，一望无际啊。网络的讨论度真悬，民众一直来，不过这海沙对当地人来讲是真头疼的问题。后龙镇公所是讲，这个所在甲湾里同款，积沙真严重，佮加上最近东北季风，民众的生活品质煞变差，附近的渔港也因为积沙真严重，地势就航道塌去。东北季风一吹，它就会把这个原本的道路把那个沙堆置在那个道路上面。那每一年风机他们要去维修的话，他必须一定要先清除那些沙，他才可以维修。他现在是靠这样的一个维修。后龙镇公所表示，当地是东北季风的风口，尤其是西湖溪出海口的南边情况更加严重。除了较接穿脚踏车路，增加动线漂失，也甲相关单位研究扩大风拿建筑的面积。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目前，当地英国举行的气候高峰会，外口的空气活动却是无停止，而且有真侪抗议团体成员拢是少年人，因抗议的方式也拢百款。本来少年人穿着西装，头壳戴着鱼头面具，手提着拢是飞的鱼啊，手提箱也是飞，也写着这是人类对鱼群的战争，充满利益团体认证的白贼话。It's a really serious crisis. We're sounding the alarm today. Delegates of COP, please respect our oceans, ban bottom trawling, and sort out the certification of what's sustainable and what's not in our shops. 由气候峰会专心在空气污染者有关软化议题，较少接触海洋鱼类的部分。抗议团体希望借着另外一种方式来引起各方的注意。另外，甲气候变迁较有直接相关的是另外一群抗议的环保团体。因以这个档4000公斤的大冰球凸显北极圈冰层快速涌起的危机，带了抗议团体学者指出，北极冰层萎缩，唔能让北极熊失去栖息地，也直接冲击人类的生活环境。The Arctic is one of the major circulation systems of the planet and can amplify global warming significantly. Studies are showing that if we lose the snow and ice in the Arctic, we will amplify global warming by 25 to 40%. 当年这么大的冰地要对北极海到英国的格拉斯哥一定要动用船只来运送。这个过程连同参与气候高峰会各国代表所在飞行机，爱增加偌侪碳排放，就另外一个讲咯。公司新闻是嘉林编译。咱台湾4大公投案内面有一个就是核电的问题，在国际顶头同款有人在咧争论这个核电的好歹，亲像支持核电的法国和反对德国，美国拜登政府也是较偏向支持核电的。不过法国的这个核废料坑台场内面的员工表示，无论这个能源政策是安怎改来改去，这寡核废料都是爱开时间甲成本去处理。用拖拉机甲汽车运来核废料，在一层一层的阿门土防护壁内底，由工程人员伫监控，一趟坑伫即侵入地下500公尺的储存场。有主要国家政府高层正反对使用化石燃料，对着发电来源的选择，更加倾向拥护核能发电。
核废料储存场所在苏莱纳迪地区法国超过70%电力需求是来自核能发电，对核电的依赖程度排名全球第一。不过，伫无远远的国家，另外一边德国是反对核能发电的领导国家。2020年废除核电的时间即要到期。央行这边认为，使用化石燃料发电增加碳排放，对环境是马上而明显的危害。另外，核能发电没有碳排放的问题。福岛核能灾变重演的机会也增加，这也是国内支持核电的重要论点。也有环保团体指出，有核核能的一方面有意也是无意忽略核废料后续处理，唔那爱开真侪钱，就算无核灾，可能万年的半世纪内拢有辐射外泄的问题。Les déchets, c'est une des questions centrales aussi qui sont liées au nucléaire, puisque en fait on se retrouve avec des déchets à gérer pour des dizain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années. Et forcément, ça pose des questions morales, ça pose des questions d'impact s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de qu'est-ce qu'on lègue à nos générations futures. 对场内钢铁人员来讲，这就是因每天上班必须要面对的工作。Quel que soit l'avenir du nucléaire en France, aujourd'hui, environ 50% des déchets attendus dans CIGEO est déjà produit et entreposé en surface. Donc la France décide de continuer ou non dans le nucléaire, il faudra de toute façon trouver une solution de gestion pour ces déchets les plus radioactifs. 在主要国家政府鼓吹之下，减碳正做环保的新招牌，一切政策拢是以减碳为最终目标。美联社报道指出，亲像美国拜登政府就强烈主张，即袂使减少甚至终结化石燃料的使用，核能发电就是不得不做的选择。另外，核废料处理过程所花的钱，也佮亲像福岛核能灾变风险，伫永续这方面眼中已经无算啥物咯。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英国有研究指出，讲女性伫10月岁仔时阵，若准去注 HPV 疫苗，甲这个无注的人来比，得到子宫头癌的风险大约是减人9成，而且愈早注就会当降低这个发病几率。这个小女伫护士的帮助，轮流注 HPV 人类年头瘤病毒疫苗。最新一期出名的医学期刊《赤脚尖》。有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调查，探讨到2008年伫英国替查某囡仔注疫苗了后发生的情形，发现有注疫苗比无注疫苗同年纪的人会当降低子宫头癌发生的风险降9成。These vaccines, we've known they work, but we didn't have the data that they actually prevented cancer. You need that real-world data to convince everyone that your vaccine really is everything you've said it's. 子宫头癌是全球女性第4大接看的癌症，当年致死死亡的人数是30万人。调查显示，12岁至13岁已经注 HPV 疫苗的女性，伫20外岁得到子宫头癌的比例比无注的人低87%。14至16岁已经有注疫苗破病的比率比无注的降低62%。16岁至18岁，有注射人比无注射人破病的机会是减少34%，明显看得出来，愈早注破病的机会就愈低。Kenya, Tanzania, Zimbabwe, Uganda, I would call them the cervical cancer capital of the world. If we can get the vaccine into adolescent girls in those countries in large enough numbers,then cervical cancer will go away. 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流行病学顾问萨利巴普斯是讲，这个研究表明 HPV 疫苗会当保护上千万的女性免去治疗子宫头癌，也当提醒大家，让更加侪女性了解提早注疫苗的好处。公司新闻单思东编译。英国已经通过使用默沙东药厂所研发的对抗武汉肺炎病毒用这药啊莫纳皮拉韦，按算讲开放18岁以上为着病人来使用。后边药品管理局表示讲，因会赶紧来审查。世界对抗疫情出现重大进展，英国测试领先全球，大成通过使用美国默沙东集团甲另外一间新的生物技术公司联合研发一种对抗新冠肺炎用食药啊莫纳皮拉韦。不过，敢若开放18岁以上有糖尿病或者是大考等等的民众来使用，而且目前也无确定实施的日期。To have a drug like this, to have an antiviral that's
that's potent, that's able to be taken orally, i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and does mark a milestone in our discovery of effective medicines against COVID. 英国药物保健产品管理局表示，试验的结果显示，莫纳皮拉韦这种药啊，会当安全佮有效，互新冠肺炎轻症到中症的患者降低住院甲死亡风险。建议患者伫感染的初期，上好是症状出现的5天内食这种药啊，一天食2剂，连续食5天。And now we will try to speed up our assessment in order to reach an authoriz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今麦第4波疫情当咧拖入去欧洲，欧盟药品管理局表示，伊嘛会赶紧加速顶礼拜启动的审查，讨论欧盟敢是会核准莫纳皮拉韦这种用食的药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是按算伫咧11月30召开咨询委员会来讨论这个药的效果。另外一方面，英国 BBC 甲卫报报道，新冠病毒带来风险程度甲基因有关系。根据牛津大学的研究，有60%的南亚人甲15%的欧洲人，基因内底有一种叫做 LZTFL1 的基因，会致使为着新冠肺炎了后出现肺部衰竭或者是死亡的风险增加至少1倍。现在注疫苗是减少这风险的关键。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主计总处发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58%，虽然比起9月有降0.04个百分点，不过也是真悬，已经是连续3个月拢超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线。主要原因是气候影响到菜色果子价销，加上菜色果子甲肉类起价，才会造成这款的局面。甲人客拣好的一条一条装鸭仔算钱，店员无闲甲双手拢无法度停。最近因为进口年油、年粉拢起价，佮加上抓鸭仔抓伤也拢因为疫情起一届啊。业者早伫中秋节前就先调整一届价销。伊店内卖上好的原味旺来酥，原本6粒是180，调整了后变186。我们其实从6月份开始，我们的奶油的话是有调整10%，奶粉的话是调整应该说有涨价，涨到现在的话20%。纸箱的话，其实6月份应该说陆续都是一直有在涨，到现在的话也是8%。国内物价一直要起，主计总处发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58%，虽然比9月有降0.04百分点，不过也是真悬的水准，维持伫2%以上的通膨警戒线。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影响到蔬菜、水果的价销，佮加上肉类、机票，也甲家庭用品的价销拢起，才造成的。受到天候的影响，蔬菜跟水果的价格涨幅比较大，都超过1成。那还有油料费呢？因为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攀升，还有去年基数比较低，那也上涨了28.97%。那蔬果和油料费总共就影响总指数上涨了1.23个百分点。台湾目前最主要的通膨情况跟主要的国家一样，就是所谓输入型的通膨了哈，也就是因为主要央行的货币供给过多哈，那导致这些进口的原物料、大宗物资的价格持续攀升。学者表示，为今年3月开始到即马，台湾短售物价指数年增率都开始比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较悬，也就是讲两个的价销愈差愈济，看得出来咱台湾有可能钱会变薄。一旦业者无法度个吸收成本的时阵，就会转到消费者的身上。到时阵，逐项物件拢起的时阵，消费者的感受会真深。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军役投信的经理人黄尚温，6年前涉嫌利用基金炒股票赚钱，用亲戚朋友做人头赎价买股票，结果再利用管理的基金进场甲股票炒互悬，利用这款的手法所赚的乌心钱，达有4200多万。检方今仔日依照法律，甲黄尚温等5个人起诉。军役投信前经理人黄尚温这个人涉嫌暗盘操作，利用基金来炒股赚钱。台北地检署经过接近2年的侦办，找到侦查终结，以违反证券投资信托甲国文法这罪起诉黄尚温等5人。其明知相关法令及内部规范仍以追求私利，然其到案后坦承部分犯行，并与投信公司达成和解，请量处适当之刑。黄尚温被指控在2017年甲2018年中间，以亲友名下的人头户头赎价买前店这侪档股票，结果利用这步之便，用管理的基金入场来纠结股价，套利4200多万，造成投信甲基金严重了钱。另外，国内近年来陆续爆出投信经理人炒股来控告外部监管这机制，真实度怀疑。对此，全金联警也提出警示。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要只是单纯的视为偶发的个案。业者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主管机关这边他应该去加强这样的一个法则。全金联表示，投信业者袂使忽视员工采购问题，只是看做有当时会出现的状况，应该加强内部的考核，让业者保持自律。政治局这单位也要增加外部稽查，对着违规的人来动发，并且建立完整基保者保护制度，鼓励检举不法、受保监管的缺失。法规部分我们就弄得更完整，那公司部分内控就请他们更加强，希望从这个制度上面把它规范方面把它弄得更严谨一点，让大家不要存侥幸心理。身为投信主管机关，政治局会员拢有要求投信员工申报持股情形，并且定期调看买卖记录，检查股票才交易情况。即阵已经开始改善制度甲管理层面的问题，来导致员工监守自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中山病院涉嫌伫咧2016年到19年之间，和女行社斗空，用健康检查的名义，或者係中國人來台灣趁黑心錢。事實上是來到台灣是要做黑的。檢方昨也約談前中山病院院長李偉正和現任的副院長李世明，宣布了後是200萬交保，也那女行社負責人翁阿婆是30萬交保。院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要不要先简单？要不要先讲一下？因为你可能不了解，对不对？然后是这个政策的错误，或是怎么样子的？面对记者的问题无加做说明，只敢比一个手势就亲友陪同离开。中山病的前院长李伟正被指讲涉嫌甲旅行社业者合作，互向中国人士来台，和检方约谈，先后200万交保。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可以稍微讲一下。对，是不是冤枉？要不要讲一讲？对，讲一下。这个或许是制度上的问题。中山病的副院长李世平也牵涉在案件内面。伊正前是以200万交保了，如果等到地检署替前院长办保，因那旅行社的负责人翁阿婆2人，监管和检方审问，有令30万交保，2人用手甲外套甲面捂掉的，行正紧离开地检署。做错事了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检方调查发现，旅行社业者涉嫌自2016年开始，甲台北市中山病院交结，开出不实的健检的收据，互向中国人士来台，对中探资价差。有一外女性更加被发现无做健康检查，暗中伫咧做性交易。目前专案是依照涉嫌犯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罪嫌侦办。移民署的这个部分呢，会就申请来台的一些财力证，还有他提供的医疗收据等相关文件来进行审查。其实审查面都会去对于他们说有没有曾经来台从事过不法的活动来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其实是有赖于我们各个医疗机构也是要本于自律跟纪律的一个精神，那才不会让其他的业者有可乘的之机来发生今天这样的一个遗憾的一个现象。移民署表示，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司法侦查的阶段，无方便就个案做回应。严格强调，中国人士来台拢有严格审查。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是讲，开放中国人士来台湾做健康检查加做医美是政府的好意，希望医疗机构爱家己自律，并且遵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住伫新地民众最近拢会收到一篇网络文章，内容是写讲有青份人会伫社区大楼附近乌白甲囡仔抱走，引起民众惊吓。经过警方的调查，才发现讲原来是附近工地伫咧施工，工人惊囡仔危险，才会想要甲囡仔抱起来。不过，这个行为也引起家长的误会啊。一篇社区大楼的广告引起德北地区家长的惊吓。对电杆的画面会当看到。这位妈妈准备带囡仔过路口，工人来到面头前，敢若想要挖卡囡仔，妈妈惊到，连伊把囡仔抱起来。这名工人的行为也引起在地民众讨论。我看得出来他没有恶意啦，但如果他真的碰到小孩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紧张吧。我们人只能在前面进行引导这样。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报道。派出所接到通报，随来社区大楼了解状况。当日暗时，也通知工人到暗说明，才发现原来是误会一场。因有造桥施工情形，故道路实施合法交通管制。当时现场一名男性工人于该工地周遭进行出入管制。本案当事人与其孩童路经上址周遭时，该名工人便突然趋前靠近，
且在未经过孩童母亲同意下，基于考量孩童安全，便禁止抱走孩童。虽然讲工人是好意，不过因为无经过家长同意，就抱囡仔，有涉嫌强制罪疑虑。目前警方也是将工人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根据消基会统计，在今年5月中启动3级警戒了后，补习班体检成绩和去年同时间来比是增加3成，主要是现场上课改做线顶上课，教学品质有差。若准想要体检，会当对开课日来算，只要是无超过1/3，上无拢会当体一半。不过开课日的认定有争议，定定也是花袂清。这个高中生补习费一年纳9万外，伊讲5月中拄到3级防疫警戒，实体上课转做线顶，上课的品质变较歹。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以实体课程会比较符合我的需求。这个读中科班的女学生讲，补习费若纳去，想要退钱是无遐尔简单，因为纳钱的时阵根本就袂看合约，嘛毋捌考虑退钱的问题。其实我们没有看到那种定型化契约啦，对，那顶多就是开个收据，然后开个日期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它上面的日期，就会比较麻烦一点。消基会表示，今年消费的纠纷内底，补习班退学费的问题，是搁变做消费纠纷申诉案件内底数量排前5名的。今年案件是加3成，主要是对开课的日子认定无同款。有的业者甚至甲试听线顶的课程，嘛算作是已经开课的日子，所以引起袂少消费的纠纷。补习班提供了线上的课程，让消费者事先可以看线上课程，补习班事后就认为说这消费者已经开课了，就产生了这个是以开课日之前的标准。目前设立短期补习班甲退钱的规定，各县市的规定拢无同款。以6都做例，台北市甲台南市只要伫咧开课进前60天申请退钱，扣除必要的成本会退95%。要若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只要伫咧开课进前30天申请退钱，就会当全额退费。要若高雄市伫咧开课进前的30天，业者会当扣1成的学费。另外，若是已经开课的部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规定课程无上超过1/3，会当退一半的钱；若是已经上超过1/3的课程，就袂退钱。要若台中市课程上还未超过1/3，会当退60%的钱；若是已经超过1/3，要未超过一半，会当退40%的钱；若是已经上超过一半，就袂退钱啊。那你去申诉也好，不见得要马上诉讼，是先是调解，或者甚至我们消基会有一个调解机制，不遵守定型化契约的这样规定是会被罚的。律师表示，补习班的课程无限制实体上课的模式，线顶上课产生的争议是更较大，建议中央甲地方来修法，会当参考旅游定型化的契约。以每10天正做退费算钱的基础单位，而且保留一个压缩比的期间，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山区甲海区，因为路头调远的学校，也因为这个所在较远，读册人数无够多，所以课本以外教学资源会较欠缺。即卖就一寡企业和民间单位，伫偏乡的学校推广课程计划，希望会当增加学生囡仔学习的机会甲空间。学生囡仔用手电仔或者太阳能的机器人的叮当，除了太阳能的运用，还有电脑程式、虚拟实境的课程。嘉义县偏远学校的囡仔，真期待会当上到这的课。可以做到这种实验，还是第一次做，感觉还蛮对他有很多兴趣啊，就是自己体验动手做做看。异领域的加入，也让我们的师长呢，他们的就是教学的范畴更加的广泛，让孩子的学习更加的丰富。透过教育部甲嘉义县政府的协助，几个科技企业甲文教基金会，做伙伫嘉义县14间高校推动科技甲古典音乐的教育计划，希望透过教育资源的提供，照顾偏乡国小的学生。学校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的部分，那孩子他们可能平常接触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宽广，那借由参与这样的计划的话，对孩子的一些学习的知识的见解会有很大的帮助。教育处表示，推动这课程计划企业甲文教基金会，为2009年到今投入的资源愈来愈丰富，吸引真侪学校要来参加。这届精选出来14间国小，拢希望透过这届机会，增加学校的资源，替偏乡的囡仔提供更较好的学习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台湾文化协会到达已经是100年了。迄当时的作家罗豪和工人运动的路边顶人，拢认为资本主义和劳工阶层是哪行哪远。伊就写新文学为劳工，唱出百姓受失眠的苦难，行出左派路线。最近，国立台湾文学馆特别举办展览，要让民众了解到100年以前因替台湾文化所做的打拼。我是罗豪，彰化人，伫咧市脚尾开医生馆。我写汉诗，写新文学的小说、散文和诗。伫咧台湾明报文艺栏做主编时，鼓励大家写出当时时代正的状况。伫1920年代，迄个报纸顶头新旧文学吵吵闹闹、怨袂停的时期，台湾文化协会重要的成员罗豪特别讲过，语言只是一个工具，伊认为搭建各阶级会议的新文学才是上适合大众的。所以罗豪的提醒，这个地上有都唔通家己讲家己介意的代志，还是重要的代志，你应该爱回头去看，你后边的大众敢有对起来。规个展览就想要对这个物件来出发。我用一个迄种技术叫做深度伪装技术吼，就是听即卖演员少年的讲的话、旧的相片吼，甲用电脑去甲算出来，甲咱即卖大众讲伊要甲大众讲的话安尼。同款是文协重要成员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炳丁、民间文学家李宪章、音乐创作者林时好、画家陈定波、甲小说家杨奎，因为看见日本殖民时代阶级分化的情形严重，所以决心行出较左派的路线，用因的创作甲贴心了解百姓受剥削、侮辱甚至歧视的各种艰苦。这个1934年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一粒红卵，就是罗炳丁的太太林时好演唱，轻松的 jazz 曲风，除了透露传统女性无法度生的哀怨，也暗指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叙述这个文化运动是会当帮助人民的生活做改变，敢讲是透过演讲，透过家己讲卫生、准时、科学，这个物件，咱就会当改变咱的生活。阮想要拍破一个物件，就是讲，虽然学历也是好的成绩，敢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对土地有疼心，对送乡人有同情心，对社会代志有关心，安尼的少年人，才是咱即马台湾所需要的困难。咱该了解讲，100当前，其实迄个时阵，咱大家伫奋斗是啥物？哦，因为应该看咱即摆差真济啊，有哪一个精神一直去留落来，我感觉讲是讲，就是文明、佮自由、哦，佮平等。1921年，文协成立到这时，对日本殖民、白色恐怖、改检到一动金，国立台湾文学馆希望以这6位成败留落来的文学创作甲思想，甲伊包装像精辟的概念和现处时的咱对话，希望延续文化能量，也记录这一路行来的脚迹。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南报道。国宝级的作曲家郭志远，规世人拢替咱台湾民族音乐伫咧拍拼。伊的创作内面有西方的管弦乐、歌剧、毛流行歌，甚至是有囡仔歌。今年是伊过身100冬，伫高雄就一场郭志远的文物展加纪念音乐会，带观众朋友来向这位国宝级的大师致意。更金家叶刘娜现场演奏的，就是郭志远上出名的小协奏曲。虽讲是西方的音乐形式，同款会当互人感受到台湾这块土地，这就是郭志远迷人的成就。融合了西方重要的这个管弦乐曲的精神，然后把台湾的充满乡土印象的旋律，成功的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让更多人更喜欢欣赏交响音乐。
郭志远是台湾第一位发表管弦乐甲歌剧的作曲家，伊嘛创作台语电影的配乐、流行歌甲囡仔歌，作品非常多元，拢充满台湾味。伊伫2013年过身，其实伊高中的时捌学过小提琴，因为手指头弯翘的关系，学了无顺利，才开始创作。他得知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之后，他就开始练习作曲。今年是郭志远100年的生日期，透过伊的乐器、乐谱、手稿等等文物展览，后个月毛纪念音乐会。通互大家做伙了解这位国宝音乐家，感受伊爱台湾的心。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云林麦寮是粉桥重要的产地，不过这个采收粉桥的过程是真辛苦，就业者研发出新的粉桥机，希望会当减轻渔民的负担。看这台粉桥的采收机，轻轻松松就把粉桥挖出来，这是云林麦寮。粉桥当咧大出的时，有这台机器来斗3工，有影较轻松。不过过去就无遮轻巧啊，是拢爱人工来拖机器，大粒罐细粒罐去采收。即马业者研发出新的机械，会当改善这款状况。我是原本就咧生产这个粉桥啊机采收机这条，真正的旧的吼，都是爱用个人来拖啊，后壁爱用人来洗。迄一个人吼，一早起来洗。但是洗一万斤磨起来，又则规啥物，大家拢伤着，真歹。我才讲好，我来招公司来研发一台新的，人免出力。过去的采收机拢爱人来拖，实在忝头佮伤害身体。尤其即马渔村的人口渐渐流失，也无少年人愿意来做这道。便若要采收，实在真欠骹手。这台新的粉桥机，渔民免出力，免落水。机器咧行也袂走抓，速度也真紧。渔民感觉讲有影比旧的机器更较方便。以前啊，新的个克服这个4、5年等的范围嘛吼，应该是可以啊，因为少年人无啥要等来做这啊。养殖业是台湾沿海地区重要的产业，但是愈来愈欠工，研发新的机器也是改善工作环境，毋望吸引少年人回乡行这道。记者综合报道。屏东西子乡的丹路川着日前对日本时代着建的木麻园，到今也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只有一寡日本时代所留下的建筑物，伫外环道通车了后，社区也希望讲透过社区营造和自然资源，会当推广观光，让游客来遮行达。屏东县西仔乡的丹路川有一丛木麻园，已经有100年历史啊。今年丹路外环道通车了后，民众也通位桥顶看到这丛大树。我们从桥上看过去，就是一棵非常大、具有历史意义的木麻黄。透过这个外环道的通车了以后，一览无遗。我觉得未来我们也可以把观光客带进来。这丛木麻园为日本时代就有啊，毋但历史久长，也是社区的重要中心。当地也希望透过社区营造，保留自然景色。行销部落文化，和游客会当愈来愈多。那这棵木麻黄是日据时代的时候种植的，那当时这个地方是日本驻在所跟教育所，存活了有超过100年了。我们现在正在利用社区改造，对，让说我们外面的朋友可以能够体验部落的生活。西仔乡毋但有排湾族的文化，而且当地山济平地少，山内的自然生态也真丰富。公所即马也当咧结合社区，希望未来规划完整的游艇，互民众会当行入来部落推广地方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2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1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是对21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